俾各位認識。曾慧小姐係國家一級演員，廣東白河曾慧粵劇團領銜主演，中國戲曲家協會會員，廣東省第8屆人大代表，第19屆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仲有，哇，仲有係啦，粵劇伶王新馬師曾入室弟子，曾經獲得廣東省青年粵劇團匯演優秀演員1等獎，廣東省首屆中青年演員演藝大賽獎金獎，第7屆中國戲劇節優秀表演獎等多個國家級、省級藝術獎項，真係鼎鼎大名，係啊，獲獎無數。冇錯。咁我哋呢個時候介紹曾慧小姐同埋善思同埋鐘逸如為大家演繹呢一套《斬經堂》。請大家細心欣賞。多謝。經堂。
無為間，驚堂堂咫尺，遙遠似登天下泉中劍，愛難傳，身似孤舟，逢太浪啊！祝福詞願如煙雨鶯歌唱，紅懸清輕響，聲聲短人唱，催人血淚點點流心上，恨天生我已一雙。是歡聚平安，是家山人和，聲聲清輕洪響，真能動豪殺心腸。今夜信女王難應，可否逢空花吉唱？
淚眼看，輕煙撩人那亂，月色也悲涼。回來了，驸馬爺回來，驸馬爺請坐。公主請坐。坐。坐。辛苦，身不苦，心最苦。驸馬爺，你講啲乜嘢呀？冇，公主，我想請問你一聲，你朝係稟什麼神，晚又係念什麼經啊？哦，提起求神拜佛，講將出來，驸馬爺你休要見笑。哦，此話怎解啊？請聽啊，我王蘭應朝晚靜靜躺在佛堂，偷偷念佛，孝敬我婆婆，讓我在宮闈面內不慣參求神靈拜慈航，今次學婆婆經神召晚上入主心圈，頭上重複雜歌，婆婆求願我細心效仿，他朝討平安，我晚好金那唱，他貧孝清輕紅葉，走馬金榜。馬間黨。他走馬金嘅手地，為祖先把氣仲有千軍萬馬，也
擋不住佢一語悠長可愛眼前人，佢語語率真，情重比泰山，心如秋月浪，千般愛，萬般人啊！一片孝心感天地，千恩萬愛卻積出恨無一丈，愛海般無波，千恩到底相妻屬，就翻起前手。我郎親家園來是仇家，求什麼神靈光罪，一把無情嘅劍，千斤墜腰一旁，一天把天，天那里若有情，何堪亂點冤家，錯上鴛鴦榜請直說無妨。吾家有世仇，婆婆祈願討血賬，敢問仇家何名姓？賊子居住在何方呢？呢個嘛，公阿豬，吾看殺父仇，一言難盡講。吾家仇恨，吾家事，無需公主你問端詳，問端詳。駙馬呢言差矣，妾是吾家人，我當為吾家想，縱是仇家勢位比天高，我家父王位極雲霄上，仇家仲在天腳底，一張皇榜要他無處藏，無處藏。公阿豬，仇人勢位比天高，確在雲霄上。若問仇家名和姓，不須貼皇榜，天下都早傳曰：緝拿此奸雄，遠在天腳底，更在我心旁。公主你聽下啦，貴婦報深仇，今宵討血賬，先殺王家女，後誅
年前，你家爹爹謀朝篡漢，我爹痛斥奸黨，捨身拔劍護漢王，恨奸賊奪劍行兇，爹爹死在金街，血流劍上。娘親為報國仇家恨，收藏此劍18年長。公主要追問伍家嘅仇人，他就是你家爹爹，姓王名望，為國為家也當以血還血。我誓殺國賊，劍下魔。
英雄氣斷。